伫台南的麻豆呢，最近是有真侪条电缆线，互人甲偷剪去。这查仔是专工经一寡停办的大学校园来偷，就连这詹文市政园区嘛变做是因的目标。这犯案的至少已经10摆去啊！警方是接到通报去到现场，嫌犯现互伊当着。 暗蒙蒙的大楼地下室，警察手提红星装备，等待时间，玫瑰迄个贼头掠起来。警方早就已经抓获嫌犯，一路约这两个专门偷电缆的嫌犯。台南市麻豆区少年线发生电缆防偷的案件，地点涵盖大寮的校园，佮有公部门设施，唔但造成设施损害，嘛影响周边供电甲公共安全。附近民众感觉有够含糊。是政府来遮，伊哪有可能知啦？啊对啊。 哎呀，伊搁讲咧头摕，伊管我拢想无连那台都没有电钱啊。查获红信、黄信2名窃嫌，现场查扣电缆线1批及作案工具等，全案依涉嫌窃盗罪嫌，已请台南地检署侦办。 麻豆这间原首府大学退场了后的校园部分空间，正做台南第3行政中心使用。不过因为行政单位也无专门证据，敢若社会教育顶局处证据，因遮的水电人员以为车到咧顺的时，发现查甫宿舍供电使用的紧急电盘供应无正常，这阵电缆防偷的代志才避开，而且嫌犯已经来偷9摆呀。 我们昨天才刚通报，就2月10号那个窃子一大早大概7、8点的时候就被我们发现他又再次闯入，对，我们马上就是8点左右就随即通报警方，我们在内外都各个出口都已经布好那个阵线，对，然后当下就是准备好之后就进去攻坚了。这回警方透过大数据分析，先锁定一台科技车，在研判嫌犯的出来时阵，调集10期的警察伫遮等，落尾顺利抓到人，主嫌马洪杀法院裁定羁押。记者张台南采访报道。